自2026年8月2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试读捌上主的心意。圣经，咱来听读何西阿书14章第19、第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，何西阿书第14章。以色列啊，你的罪有互你绊倒，着回头归向上主你的上帝，着倒转来归上主，甲要讲的话准备好势，着对伊讲，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，用恩典接纳阮，阮就用称赞代替胜礼。亚述袂当救阮，阮无要搁骑马出战，无要搁对阮做下偶像讲，你是阮的上帝，因为阮才会做孤儿的，只有会当对你得到怜悯。上主讲，我要医好以色列的背叛，真情疼因，因为我已经对因煞我的受气。我要亲像甘露降落予以色列，因就亲像百合花开花，亲像黎巴嫩的片香树顶根。因的枝春长，花无生，亲像橄榄树；因的香味，亲像黎巴嫩的片香树。因为倒转来踮伫我的阴门下，话亲像五谷生长，葡萄树开花。因的好名声，亲像黎巴嫩的酒。以色列啊，我甲偶像有甚物关系？我要应答恁，看顾恁，要亲像青翠的双手庇荫恁。我是一切福气的源头。有智慧的人会明白这的事，明理的人会了解这的一切。上主的道路正直，义人一定会行这的路，毋过悖逆的人会伫这的路绊倒。试读捌上主的心意。一个少年人逢问到伊和爸母之间伫什么时阵感情上好，伊讲我需要钱的时阵。虽然这只是一个笑话，却也离现实无远。其实做爸母的拢知影囡仔的需要，也知影囡仔的要求，有时阵只是无理取闹，因为安尼会担心因要爱啥就甲满足，将造成负面的影响。虽然安尼，爸母也会用搁较悬的视角看每一个选择，思考着会当互囡仔带来什么利益。爸母也会尽力满足子女的需要，互囡仔的心感觉欢喜甲安稳。无论爸母提供的动机是甚物，上重要的是出于疼，疼是甘心付出，无求回报，只期盼对方会当理解，我真正真在意你。照这看来，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拢有过有求于人的经历，搁伫家己感觉欠缺的时，期待会当被理解、被满足。但是咱也必须坦言，当咱伫咧表达需求的时，有时阵难免干那是徛踮家己的立场，而且常常用无合宜的方式表达。这种未满足的情绪表达，真容易互彼此的关系充满张力，进而冲突，造成恶日挽回的遗憾。伫遗憾中，咱才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并毋是咱独自拥有的。先知何西阿呼吁以色列啊，你的罪有互你绊倒，
着回头归向上主你的上帝，着倒转来归上主，甲要讲的话准备好势，着对伊讲，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，用恩典接纳阮，阮就用称赞代替胜利。这话相款提醒咱，犯错爱知影认错回头。对何西阿书通看见上主有各样情绪，伊的愤怒甲哀痛，是要互人知影伊关注甚物、喜爱甚物、痛恨甚物。人拢有犯错的时阵，却常常毋知影家己犯错，会互身躯边的人和上主伤心。犯错并无见效，见效是毋愿认错悔改。上主希望咱明白甚物是错误，为甚物错误，咱爱学会晓勇敢认错，伊会赦免。何西阿书将上主甲伊子民的关系，得以延伸到更较亲密的翁某关系以及亲子关系。这个关系拢聚焦伫上主的心意顶面。上主所期待的是，伊所疼的子民会当遵循正直的道路，得到伊的保护甲祝福。上主的心意毋单单是为着伊家己，更较是为着保护伊所疼的人。上主的疼偌尔啊深搁阔，最终咱还会伫新约的篇章看见伊迄永恒的疼。耶稣的十字架讲述这无限的疼，伫这疼的内面有公义、信实甲圣洁，亘古不变的疼，就是上主的心意。默想，我是毋是甘心乐意付出，无求回报，伫疼人甲疼主？我是毋是甘心乐意付出，无求回报，伫疼人甲疼主？咱来祈祷。满有怜悯甲慈爱的上主，感谢你保守看顾我，互我无论伫倒一种处境呢，拢会当经历你的扶持甲陪伴。感谢你丰盛的疼，愿意接纳捌犯错的我，互我重新行伫正直的道路。我要立志踏根你的心意，体会伫疼的关系里无惊吓，用忠诚顺服的心，甲你同工同行。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